據港媒最新報道，現年34歲嘅香港知名主播、有線電視主持人陳書君正式宣布離職。消息一出，立刻喺香港社交媒體上引起咗大量關注同討論。陳書君本人喺社交媒體平台上發佈咗一則簡短但明確嘅留言，表示自己已經正式離開咗做咗多年嘅有線電視。更令外界意外嘅係，佢喺留言仲透露咗一個重要信息，自己或會徹底結束主播生涯，另謀出路。呢段說話雖然字數唔多，但分量好重。對於一個喺主播崗位上深耕咗8年嘅人嚟講，咁樣嘅決定顯然唔係一時衝動，而係經過咗長時間嘅思考同權衡。陳書君呢則消息發佈之後，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就收到咗大量網友嘅留言同轉發，唔少人喺評論區表達咗不捨同祝福，亦有人對佢未來嘅發展方向表示好奇同期待。對於陳書君突然離職呢件事，外界普遍感到驚訝。畢竟呢啲年嚟，佢喺有線電視嘅出鏡率非常高，幾乎每日都可以喺新聞節目中見到佢嘅身影。佢嘅工作一直好穩定，收入都唔錯，喺香港媒體圈屬於發展勢頭良好嘅年輕主播。好多觀眾已經習慣咗喺電視上見到佢播報新聞、主持節目，突然之間聽到佢話要走，確實令人覺得意外。有業內人士分析，陳書君嘅離職可能同香港媒體行業近年來嘅整體變化有關。有線電視自2016年獲得免費電視牌照之後，雖然一度被寄予厚望，但近年來收視持續下滑，廣告收入亦都不斷減少，成間公司嘅運營壓力越嚟越大，唔少員工都面臨住工作調整甚至裁員嘅情況。喺咁樣嘅大環境下，陳書君選擇離開，亦並非完全不可理解。但唔管原因係咩，佢嘅離開對於好多長期關注佢嘅觀眾嚟講，確實係一個唔少嘅遺憾。翻睇陳書君喺電視台最後一次主持節目嘅畫面，可以見到佢喺節目尾聲嗰陣講咗8個字：多謝支持，後會有期。就係呢短短8個字，令唔少觀眾感到動容。有觀眾喺社交媒體上留言話，自己反覆聽咗好幾次嗰段結尾，已經清楚咁聽出咗陳書君聲音中嘅哽咽。佢嘅語氣同平時播報新聞嗰陣完全唔同，帶住一種壓抑唔住嘅情緒。嗰種感覺唔係表演出嚟嘅，而係發自內心嘅不捨。有網友感慨話，做咗8年主播，要同呢個崗位告別，確實太可惜啦。亦有觀眾表示，正係因為聽出咗佢嘅真情實感，所以先更加尊重佢嘅選擇。唔少人喺評論區寫低咗後會有期4個字，作為對佢嘅回應。陳書君外形帥氣，業務能力在線，喺香港有線電視內部被公認為首席男主播。佢嘅播報風格沉穩、專業，口齒清晰，鏡頭前嘅表現一直好有分寸感。喺香港地區，唔少觀眾都識佢，尤其係一啲長期收看有線電視新聞節目嘅中老年觀眾，對佢嘅印象非常深刻。佢喺主播崗位上嘅表現得到咗台內台外嘅一致認可，同事們對佢嘅評價都好高。有人話佢係嗰種唔靠花邊新聞、唔靠炒作，純粹靠專業能力站穩陣腳嘅主播。喺香港媒體圈競爭激烈嘅環境下，能夠做到呢一點並唔容易。正因為如此，佢嘅突然離開先令咁多人感到意外同惋惜。陳書君喺社交媒體上用咗一句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去概括自己呢一刻嘅心情。佢表示，主播生涯對佢嚟講，可能終究只係人生中嘅一段過客經歷。呢句說話雖然講得平淡，但仔細品味，當中包含咗好多複雜嘅情緒。佢仲喺社交媒體上分享咗大量過去喺有線電視工作期間嘅相，包括喺演播室裏面嘅工作相，同同事們嘅合照，外出採訪時嘅現場相等等。呢啲相記錄咗佢8年嚟嘅點點滴滴，
亦令外界睇到咗一個更加立體嘅陳書君。呢啲相發佈之後，引起咗唔少網友嘅讚同轉發。有人喺評論區話，睇完呢啲相先意識到，原來佢已經喺呢個崗位上付出咗咁多年。亦有人話，呢啲相就係佢最好嘅職業履歷，唔管以後去邊度，呢8年嘅經歷都係佢最寶貴嘅財富。據悉，今年係陳書君擔任主播嘅第8年，從2018年入職到而家，8年時間講長唔長，講短亦唔短。喺呢8年期間，佢從一個新入行嘅年輕主播，逐步成長為電視台嘅台柱級人物。佢積累咗大量嘅新聞播報經驗，亦喺呢個過程中收穫咗好多觀眾嘅信任同支持。對於有線電視呢個平台，陳書君喺留言中表達咗無限嘅感激。佢話，如果冇呢個平台，就冇今日嘅自己。至於告別主播生涯之後，陳書君嘅下一步計劃係咩？佢暫時冇對外公布。不過從佢嘅留言嚟睇，佢似乎已經有咗大致嘅方向，只係仲未到正式對外宣布嘅時候。相信佢做出離職呢個決定，一定係經過深思熟慮後嘅結果，唔係一時嘅衝動之舉。畢竟對於一個34歲嘅人嚟講，放棄一份穩定嘅工作去重新開始，需要好大嘅勇氣。陳書君嘅業務能力一直好強，呢一點喺同事同觀眾中都有口皆碑。而喺今年年初，佢喺感情生活上亦迎來咗一個好大嘅突破。當時，陳書君喺社交媒體上高調宣布，自己已經同同性愛人 Steven 正式訂婚。兩個人已經穩定拍拖咗6年嘅時間，從相識到相戀，再到而家決定攜手行入婚姻。呢段感情經歷咗唔少考驗，最終行到今日呢一步。陳書君喺發佈訂婚消息嗰陣，配上咗兩人嘅合照同求婚現場嘅相，畫面中佢同 Steven 都笑得好開心。呢條消息發佈之後，立刻登上咗香港多個媒體嘅頭條，亦收到咗大量網友嘅祝福。對於自己嘅戀情，陳書君一直以來都保持住特別低調嘅態度。雖然喺幾年前，港媒就曾經報道過佢嘅戀情，當時有記者影到佢同一名男性朋友一齊外出，媒體據此推測兩個人可能係戀人關係。但面對呢啲報道，陳書君當時並冇做出任何回應，既冇承認亦冇否認，而係選擇咗沉默。呢種處理方式喺香港娛樂圈並唔少見。好多藝人面對感情問題時都會選擇低調處理，但令人冇諗到嘅係，到咗今年年初，陳書君態度發生咗明顯嘅轉變，佢直接喺社交媒體上公開咗訂婚嘅喜訊，冇任何遮掩同迴避。呢種從極度低調到大方公開嘅轉變，亦令外界睇到咗佢喺感情問題上嘅成長同勇氣。Steven 喺求婚儀式上嘅表現亦非常用心，佢揸住鮮花，揸住戒指，單膝跪地向陳書君求婚。成個過程被記錄咗落嚟，畫面中陳書君非常感動，甚至當場落淚。呢個畫面後來被佢分享到咗社交媒體上，感動咗好多網友。陳書君同同性愛人 Steven 嘅戀情，實際上喺2023年就已經正式浮出水面。喺呢之前，兩個人雖然已經喺一齊多年，但一直冇公開。直到2023年，陳書君做咗一個決定，佢當時訂咗一間酒店，精心佈置咗一番，準備咗蛋糕同禮物，就係為咗俾 Steven 慶祝生日，俾男友一個驚喜。嗰次生日慶祝活動嘅相被發到咗社交媒體上，亦令兩人嘅關係第一次被外界所知曉。從嗰之後，陳書君喺感情問題上嘅態度就變得越嚟越開放。公開戀情、公開出櫃之後，陳書君亦開始將 Steven 大方咁介紹俾自己身邊嘅朋友。翻睇佢嘅社交媒體可以發現，Steven 其實早就已經融入咗陳書君嘅朋友圈，兩個人同朋友們一齊食飯、旅行、參加聚會嘅相並唔少見。
從呢啲相中可以睇出，Steven 同陳書君嘅朋友們相處得非常融洽，大家對呢段感情都持支持同祝福嘅態度。拍拖8年，陳書君同 Steven 對於彼此已經非常熟悉啦。兩個人嘅感情亦喺時間嘅推移中變得越嚟越穩定。喺平時工作之餘嘅空閒時間，兩個人一般都會結伴外出旅行。從社交媒體上分享嘅相嚟睇，佢哋去過唔少地方，既有香港本地嘅短途出遊，亦有海外嘅長途旅行。兩個人嘅旅行風格偏向休閒放鬆，唔會特意去打卡網紅景點，更多嘅係享受兩個人喺一齊嘅時光。雖然陳書君同 Steven 喺今年年初已經正式訂婚，但關於兩個人幾時會正式註冊結婚，兩位當事人暫時都冇對外公布。按照香港嘅法律規定，同性伴侶目前仲唔可以喺香港註冊結婚，但唔排除兩個人會選擇喺海外註冊嘅可能。無論如何，外界都喺期待住佢哋嘅好消息。據了解，陳書君早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喺讀書期間，佢嘅學習成績非常優秀，係老師同同學們眼中公認嘅學霸。浸會大學嘅傳媒專業喺香港高校中排名靠前，陳書君喺嗰度接受咗系統嘅新聞傳播訓練，為後來進入媒體行業打下咗紮實嘅基礎。2018年，陳書君順利加入香港有線電視，正式成為咗一名主播。入職之後，佢嘅表現好快就得到咗台裏面嘅認可，從普通主播逐步晉升為台裏面嘅首席男主播。有咗穩定嘅工作之後，陳書君亦冇停止學習嘅腳步。前幾年，佢一邊喺有線電視全職工作，同時仲一邊攻讀博士學位。呢種工作同學業兼顧嘅狀態持續咗相當長嘅一段時間，亦從側面說明咗佢係一個對自己有好高要求嘅人。佢嘅博士研究方向同傳播學相關，同佢嘅本職工作有一定嘅關聯。能夠喺高強度嘅主播工作之餘，仲堅持完成博士學業，呢份毅力同自律令好多人都表示佩服。就好似網友話嘅咁，陳書君突然離開咗工作8年嘅公司，離開咗自己熟悉嘅主播崗位，呢個肯定係經過咗慎重嘅考慮。從佢喺社交媒體上嘅留言中，可以清楚咁睇到，對於主播呢份工作，佢似乎已經打算放棄啦。8年嘅時間唔算短，喺呢8年裏面，佢付出咗大量嘅心血同努力，亦收穫咗好多。而家選擇離開，去嘗試新嘅可能性，呢個需要好大嘅決心。唔管佢未來嘅方向係繼續從事媒體相關嘅工作，定係轉向其他領域，以佢嘅學歷、能力同呢啲年積累嘅經驗，相信都唔會太差。但唔管點講，最後都祝福陳書君嘅事業能夠發展得越嚟越好，亦祝福佢同 Steven 嘅感情能夠一直幸福落去。加油！